佢寫內地㗎啦嚇。咁啊，盡香港史上僅有最大規模、最長期嘅諮詢，佢話絕對有民意基礎。我心諗，你當年嘅諮詢就你話啲人投票出嚟就話啫，咁啊你話有民意基礎啊？你話有啦，咁你夠話你特首有民意基礎啦，有條路咩？咪689咯，所以。今日2年後就由全國人大通過，個絕對有權威性嗱，全國人大通過咁啊你即係你話有權威咪有權威咯嚇，好啦。佢2次大規模諮詢期間，佢就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秘書長，喺社會各界同埋地區都執行好頻密廣泛嘅諮詢工作，對基本法原意同埋用意有一啲了解，即係佢意思話我係權威我識法，或者我解釋基本法係咩一回事，就係要謹慎對待香港永久居民個定義。佢話啦，香港人口組成以永久居民同埋佢為主，有政治權利。有好多地方權利包括居留權，呢啲非永久居民都冇嘅。